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华视艺廊。伫台湾的美术界，真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陈定波，过去有收藏嘛有留下真侪珍贵的文物，经过家属用心保存甲修复了后，总算会当展现予大家看。国立的历史博物馆甲国父纪念馆合作，甲陈定波收藏的114件作品做一届来展出，嘛会当看到台湾的艺术发展的过程。 画像内面的人物因为线条变甲更加强烈，而且真有美感。这是艺术家陈定波的作品，由国立历史博物馆甲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展览，甲陈定波收藏的114件，伊家己甲朋友的思维做伙展出。陈家保管了这个70年之后，我们可以从展览开始，然后可以到达日后把所有的作品当成文化资产交给国家来保管。 这次的展览内面有70件，拢是陈定波的家属对个沙图内面的暗箱啊内面找到的。另外有30件是陈定波的后生以前捐予嘉义市政府，最后搁再捐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，才会当保存落来。今天看来非常的感动，就是这些尘封的历史啊，其实都是靠前辈画家的家属们这样细心的守护。那今天可以展览，也是为带领我们去照亮历史。 通过陈定波的珍贵作品，嘛会使互更较侪人了解历史。展场也阁会当互参观的民众望伊作品，体验画作另外一种水。这个展览会一直到明年2月，民众会使把握机会来参观。